想喺加密貨幣市場搵快錢，用 Binance 做衍生品交易就啱晒你啦！一齊由首頁開始，教你入門。你只要下載 Binance App， 註冊戶口，開通衍生品功能，跟住我嚟啦。重點係 Binance 支持多達100倍槓桿，即係只要10蚊都可以咁大10、100倍賭注。不過要小心風險。記住設止蝕。打開下單界面，你可以揀買入做多 long 定係賣出做空 short， 根據市況策略部署，用市價或者限價單，下單超簡單，1秒搞掂。睇下呢個實戰例子，用30分鐘喺 Binance long 咗 ARK， 直接賺咗$4200，超爽。只要捉準時機，加埋槓桿 power， 利潤分分鐘翻幾倍，仲可以做空，等比特幣跌都賺到。好似呢單197%回報，$1000盈利 ，short BTC， 上落市都可以有錢賺，關鍵係用啱槓桿，設好止損。最後教大家一個秘密。註冊 Binance 用我嘅推薦碼，手續費即享20%折扣，賺多啲磨唔輸蝕，開始你的加密交易人生，即刻落場搏一鋪啦！